二小姐，哎呀，二小姐，我看你是好了，胆子越来越大，这儿也要去，那儿也要去的。哎呀，巧慧，再待下去我都要长草了。嗯，人也会长草啊？你没觉得我现在浑身都是草吗？啊，二小姐，你说话我越来越听不懂了。咦？哎，二小姐，看一看了，都来看一看了啊！哎，买一个吧，这个好，哎，来。啊？这是什么呀？来买一个。熨斗吗？是啊，熨斗，来这是买一个熨斗吧。以前二小姐不好伺候的时候，我们几个丫头私底下商量说，上哪儿找个大熨斗，好把二小姐的五脏六腑给熨服帖了。对，买一个吧。我以前很难伺候吗？说笑而已嘛。我想也是。这里就是京城的 CBD 吗？小姐说什么地？最繁华地，最大。是啊，这是大石烂嘛。大石烂？嗯，我以前倒是经常来这儿，想不到还是保留着老北京的风貌。二小姐，你到京城3个月，才第一次离开贝勒府，你怎么可能常来呢？再说了，哎，你怎么会知道老北京呢？我这都是听说的。哦。快点，走，你，二小姐，快躲开！一边去，后边，快点，走，往里，来，别动，巧慧，他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不知道？听说皇上要回京了，他们是来迎接皇上的。皇上？是啊。你那么凶，活该你男朋友脚踩了渔船。那个谁，你等一下！哎，二小姐，等一下！哎，二小姐，让一让！哎呀，对不起，二小姐。这，让开！喂，工头，皇帝呢？大胆，说什么呢？我问你，皇帝呢？该死！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四爷饶命，我们是巴贝勒府的。四王爷，4个。雍正。二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冬雨，你别那么大声，我姐知道我溜出去怎么办？奴才该死，可是福晋他们已经知道了。不是让你说我在房间休息吗？我姐怎么知道的？冬雨，这是怎么了？因为小姐偷偷跑出府，所以他们要被杖责20大板。天哪！二小姐，别打了，住手！二小姐，你别管了，不然连你也要受责罚的。凭毛啊，这往死里打，太黑了吧！住手，小姐，他们不会听的，他们只听主子的。二小姐，好，别跑啊，二小姐。姐姐，你别打那些家仆了，你不是菩萨心肠吗？怎么一出手这么狠？不得无礼，还不向嫡父亲请安？若曦给嫡父亲请安。福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
下手狠。我只是想救救那些无辜的家仆。那些无辜的家仆是我下令要打的。所以说呀，你姐姐她还是菩萨心肠，而我就是蛇蝎心肠，是不是啊？洛西绝无冒犯之意，若兰代她向嫡父敬请罪，请嫡父敬原谅。你们姐妹俩，就是长得有几分相像，品性倒是完全不同。一个孤僻，一个浮躁。要知道，王府里要有王府里的规矩。下人失职了呢，固然是要受到惩罚。那么主子失策了呢，同样要受惩罚，而且还要更重。丫头，你骗得了你姐姐，你骗不了我。你擅自离府，你还敢跟我闹？你知道你该受什么样的惩罚吗？请嫡父敬原谅若曦，若曦年纪还小，刚到王府，不懂规矩。那还不如说是你这个做姐姐的管教不善。是若兰不对，若兰甘愿受罚。该罚，身为侧福晋，该比谁都罚得更重。不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福晋道理说不通。如果姐姐要为我犯的错误负责任，推敲下去，福晋也要为姐姐犯的错误负责任。你身为嫡福晋当家女眷，岂不是要罚得更重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不要，不要！放手，姐姐！姐姐今天非好好教训你不可！别打了！你们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姐姐，夫人，没事吧？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夫人，哎呀，流血了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流血了！怎么办啊？流血！找医生！找医生啊！快去传太医！是。扶嫡父敬回房。慢点，小心点啊！小心啊，夫人！啊，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姐姐，